我是陈淑华，你即马收看的是《报道高压电》。火车虽然只是咱即卖一种交通工具，但是你可能唔知影，铁路曾经是台湾的经济来源。日本时代铁路唔那是交通，台湾真济物产，亲像出名的糖、盐、林业甲各种的农作物，拢是靠铁路一车一车送去港口，销往海外。替台湾赚袂少钱。1908年，纵贯铁路全线通车了后，全台湾密拢是无同的铁路线。迄时的交通真利便，透早6点为台北坐车，暗时8点进前就会使到打狗。铁路唔但带动台湾的经济，也为这个时阵开始改变台湾人的生活。你敢知影高分仔车曾经是台湾人上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是安怎高雄人拢会讲，先有铁路，才有搭高港？今仔日，咱就伫火车的声音当中，做伙回去迄个台湾火车上发达的时代。咱有一句俗谚咧讲吼。火车行到家人尾，这什么意思哦？其实吼，清朝的时代啊，咱台湾的铁支路吼，上南是敢若到新竹，若上北吼是到家人。所以讲吼，这火车行到家人尾的意思，就是讲吼，行无路啊啦吼，已经到金邦啊啦吼啊。其实吼，事实上，咱即马台湾的火车一定会当宽岛啊吼，所以讲火车这个物件哈，伫咱台湾以前是无，但是即马这么普遍，这么方便吼。到底这个过程吼有经过什么款的代志，有什么款的故事？所以咱今日真难得呢，请到咱的旧塔口野的故事馆的馆长郭定维先生呢，来给大家解说着关于到台湾铁支路甲火车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郭定维。咱会看这张图顶管吼，就是讲，因为伊是算讲是台湾的迄案内的迄个都位啦吼，以这个铁支路的路线为主吼，行到倒位，这附近有啥物款的会当去游览的所在，其实拢安尼拢甲画有清楚。是。这幅图差不多是伫日本时代，差不多是什么时代？1930年这个时代。哦。你看这屏东吼、东港到这日月潭一直线山线、海线基本上应该拢有啊。你看这个图顶悬，不只是游览的所在，其实伊甲这各地这个物产拢有画出来。有影咧。日本上大的这旅行社 JTB 吼，伊是伫1912年成立，到同年年底的时阵，伊就来台北开业。哦，是为了什么任务咧？就是讲伊爱推销、推广这台湾的旅行，互日本人加这个外国人，希望因来台湾。到1930年代的时阵，有一个这个。台湾的博览会啦，趁这个时阵吼，都甲这个台湾的物产拢甲伊画出来，互你知影讲吼，阮这个日本人来经营台湾足成功安尼。老台北人吼，一定知影讲有一条铁支路，这个叫做淡水线。会当算讲，咱嘛知影讲这条线啦，线路哈，应该算路线，应该算讲是咱台湾上古早的一条迄个铁支路吼。淡水线都亲像主持人拄则讲的是。伊是一条台湾上古早上老的一个支线，是支线，嘿，伊是支线。1901年的时阵哦，为这个台北到淡水差不多20公里的这个长度来通车。即马就是捷运啦吼。即马坐捷运是要上课、上班，嘛有人要去佚佗啦。但是伫1901年的时阵，这毋是为了互人上班上课来起的铁路。伊是工程的铁路。1901年的时阵，咱纵贯线已经通到新竹，
南部嘛有打到台南嘛通车，为了要刷落来要继续起这中间的这种管线，所以要有一个运这工程的材料、机械的铁路，因为新地都无港口嘛，所以这个机械嘛是爱为这个淡水港来到台湾，再用这个淡水线来送到迄个现场安尼。所以讲，这早期的时阵，就是咱台湾的这个铁轨路通车的部分，就是这北部的部分。我住台北啊，基隆是伫我北边新竹伫我南方嘛，我就想讲尾应该是伫新竹尾啊，是安怎会讲基隆尾，无爱讲新竹尾？清国的时代，伊嘛是为台北当作是中心。这铁路出发是对这台北出发的。阮即摆会想南北安尼，是因为纵贯线伫1908年通车了后，才有开始安尼思考。但是对这1887年因开始伫计划这个铁路的时阵，是台北就是起点。是真无共的。伫1887年，咱拢知影讲是劳民团，伊成立一个专台铁路商务总局，这个组织要来计划来建设这个台湾上早的铁路。伊就是为这个台北出发，台北到基隆，甲台北到新竹。事实上，伊是原底。按算讲要到台南，但是这是足一段啦吼。1887年开始施工了后，1888年到这个石口，就是咱即摆讲的上山。1891年到基隆，佮经过一个西球岭隧道，这是上早的一个崩坑的工程啊，伊有235公尺是。对即摆来讲，伊可能200外公尺尔。以早来讲是较困难，所以讲爱用炸弹去甲崩开啊。所以讲，你讲隧道其实真侪人讲崩坑。嘿，1993年都通车到新竹，都规条都通车刷落来咧，因为无钱啊，这工程伤大，所以顺补个换人啊，本来是劳民团换人啊，所以这就是经费嘛有这个问题政治嘛有问题，所以这个工程都停起来到新竹尔。这清朝时代讲，这张是迄个台北府的停车场。停车场就是即摆讲的火车站车头的意思。是哦。亲像主持人拄则讲的，阮看到拢是日本时代起的火车站车头都是一间厝，还佫有月台做一条安尼。但是你看这是敢若做无共的这是一个大天棚。天棚这是你即摆去欧洲坐火车的时阵可能有这个。安尼感觉？对咧，无讲无想到，你即摆一讲我想到有影咧。这大天棚内底就是你坐车的所在啦，铁机火车拢伫内底，拢伫这天棚的下骹。你出去的时阵嘛唔免买票。是要算钱？其实这甲即摆欧洲足侪国家嘛是共款的。你出去这外带是免买票的，但是你若是爬去车顶，你就爱买票。有人讲是因为当初这个劳民团去起这个铁路的时阵，伊是英国甲德国的顾问来协助来起的，所以看起来都是欧洲的方式。但是这是敢若台北车站呀。台北车站是伫即马台北市迄个中兴病院。这大场店的南边这个所在唔是讲咱即马看到这台北车头已经无共位啊，但是足近的啦。迄阵是火车站叫做火车票房，就是买票的所在。但是可能是土埆厝土埆厝可能甚至讲是一个简单的寮仔尔。敢若是这个台北车站有设做一款。咱拄则讲清朝的时阵，敢若是基隆到新竹，但是我看这张已经有真侪铁轨路拢已经完成啊，无这个铁轨路冲管线进前，我台北人要去台南，是免哪去？爱坐船较方便。坐船因为你若是无坐船你不只是这个大客，你可能袂过节。若是土匪出现，你就害啊！所以讲爱坐船，但是一直到这个1897年日本时代了后，才有台北淡水到台南，搁到打狗的这个船。伫迄个进程足无方便的。这个唔是足简单嘛？就是对于咱台北一直到台南行这个海峡安尼过来。就是因为这个大溪啦这溪流所以讲自这个古早开始咱台湾。伫联络拢是环到倒位去，
就像台北茶米足出名，伊要卖去倒位咧？卖去厦门。哦，所以台南安平港嘛是到厦门。是。所以你想讲要为这个台北到台南拍摄，你爱伫厦门换一只船。哦，安尼我了解。嘿，所以讲本来是10几天的这个旅途，1897年了后4天也才为台北到打到。是。但是1908年纵贯线通车了后，都是14点钟。哦，所以这是改变足大的。啊，你看这纵贯线一条，那会阁遮侪支线？对。啊，这是糖厂的5分车。哦。所以你就知影讲，过去在这糖会社经营的这5分车的线路是真侪。是啊是啊，无过我看这张的时候，我就想讲奇怪咧，啊这纵贯线安尼咧行啊，我就无记忆中间就无讲，毋捌去过这看的这路是去倒位，原来就是糖厂咧用的。伫纵贯线这个出现进前，你是无可能讲家己是台湾人。有影？因为当做一个大溪流，就乌溪啊、詹文溪都当作快，所以南北往来是较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讲台北人伊就是台北人，啊新竹人伊就是新竹人，台南人就是台南人，你无可能有这个我是台湾人的这个概念。会是因为纵贯线来通车了后，为4天的这个台北到高雄。原地坐船的时间，即马坐火车14点钟就到啊。交通的这个利便，用这个时间来换这个空间了后，你就才有可能讲啊，咱拢是做伙，咱是一个台湾宝岛。所以讲纵贯线对这个台湾的影响是足大足大的。这可能较长辈有印象啦。阮兜拢讲轻便车啊，轻便车啊，也是讲台车啦，就是你就是做轻便的火车，你会使安尼想安尼看吼，是偌轻便的，你都看，你都一个人安尼塞，有当时是2个人啦，你但是要爬行的时阵，塞袂顶当都迄2个人。是有影。嘿，其实事实上哦，伫台湾上早出现的铁路，可能大家拢想讲啊，劳民团起的，其实是76年的时阵，伫家人这个背道啊，伫学这个涂炭的时阵，台湾第一遍有用到铁机啊，就是轻便车啊，所以要运这个涂炭，都是这款的台车。日本人来台湾了后，要起这个纵贯线进前，因为这工程伤大，一时间无法度讲1年2年纵贯线都来完成嘛，所以伫这进前呢，因都先用这个轻便车连起来。是暂时的，迄阵这个轻便车嘛足够，你看这是较细台。迄阵这个纵贯线的这个轻便线吼，伊是会使运这个200-300公斤以上的这个货物，都是为了这个军事的需求。是。但是当然是纵贯线通车了后，这都消失去啊啦。但是地方上呢？像这个甲板山吼，因为这山区你要起这铁路是伤困难，所以就用这款的轻便车来先来服务安尼。战后的时阵，因为阮的迄个公路愈来愈发达，都做迄坐客运都会使啊，所以这轻便车都消失去。台中都无山咧，讲啥呢？讲去台中你都要坐山线。纵贯线通车了后，台湾就开始发展嘛。各地拢安尼发展起来，所以这个货物啊是愈来愈侪要运送。是。生意足好安尼。1914年的时阵，第一次世界大战，迄是发生伫欧洲嘛，所以欧洲的经济都停起来。安尼亚洲太平洋遮当然嘛是较发达，经济都足好的，所以讲都更较侪货要来运送。是。但是咧，因为经过这个山线的所在啊。伊也是有爬山，尤其是为这个苗栗到丰原，经过16分，即马叫做圣兴啊，是。经过这后里丰原这段足弯足夹，所以也是对这个火车的运转有足侪无方便的所在。是，所以讲伊效率都较歹，无理想，所以货物足侪到遮你都无法度运。本来20车爱破半。安尼较轻，安尼，时间呐，所以讲伊效率就足无好的嘛，所以讲足侪货拢伫港口堆积，大家拢趁无钱，安尼足生气的，
都开始抗议讲啊，这个政府啊，应该爱有一条新的路线。若是驶为这个海岸的所在，都袂讲爱安尼爬行。运回的时阵都较顺利，安尼，所以就起这条海线。啊，但是起这条海线，嘛不是大家人拢赞成。像台中的人，伊就足烦恼。有影。系啊，你都以后你车都无要经过台中，这足严重的。是。甚至讲伊有人讲想讲要发动这个罢工啊，要来抗议这条代志安尼。一开始的海线吼是为这个王田，王田倒位，王田你若有赛车拢知影，对，台中中华中间，王田的迄个交流道，迄个王田，火车站改名叫做成功。成功，就是成功岭的成功。哦，是。嘿，这成功开始到清水是第一段通车。啊，1922年的时阵，就全部拢通车。宝岛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啊，天乌乌，马落雨。啊，讲啊，你这天乌乌甲我的天乌无共啊，这是安怎？这是早差不多20多年前的代志。足感谢师傅的，因为吼，阮迄个音乐会了后，阮大伯伫5礼拜了后就过身。是清朝的时阵，这个铁基路敢若是家人到新竹，但是我看这张有真侪铁基路拢已经完成啊，啊无这个铁基路冲管线进前，啊我台北人要去台南，啊是要哪去？爱坐船较方便，因为你若是无坐船哦，不只是这个大客，你可能袂过去。好呀。若是土匪出现，你就害。话讲要讲的呀。但是你收这个播歌，甲你到底有啥物关系啊？去山顶录这小播歌吼，是我感觉是足快乐的一件代志啦。会使听到讲上后讲上正确、上单调的迄个台语，啊，我哋为着要学习这台语吼，我甘愿吼，规工走山顶安尼。我捌看过迄个纪录片，敢若像这个物件是，敢若咧交换的这个过程，爱需要去用到的。一般人拢有印象的是这个款，叫做路牌套啦，一个卡吧。但是伊使用的物件是中间这块。哦。这块是叫做路牌。路牌。哦，路牌应该是铜做的。咱这又是仿的，所以就是互你知影讲伊会平安尼。你讲的意思就是讲，这块原本应该是铜的。对，应该是铜的，足重的。足重。伫铁路有一个制度叫做路牌比赛。比赛的意思就是讲，两个火车站中间这个线路，你若是有一撮火车要入去，这就叫做比赛。因为你若是以早的这个铁路拢是一条线尔，毋是双线的。所以讲，你若是有一撮车要过来，你都袂使入去嘛。也是讲你入去了后一撮车若驶伤紧，伊会落掉。嘿，所以为了要避免这款情形来发生，都爱办这个比赛。都有人发明这个吼叫做路牌。你要驶开车进前，两个站爱互相配合，来用这个机械甲机器甲这个路牌摕出来。摕出来了后，这就是唯一的。啊，这个牌顶悬该拍字刻字啊？有，伊刻字是刻搭一站到搭一站的，就讲是台北艋舺安尼，到下一站安尼啦。所以讲，你摕到这个路牌，你就是唯一的，你就是安全的。你若是无摕到，你都无迄个权利会使驶入去这两站中间。但是你都想哦，若是讲一个车站，像讲台北，台北有到台北下一站是倒位？艋舺，但是迄是石南，但是这是艋舺，那是九北哦，松山，松山。啊，以早佫有淡水线，有呀。所以后一站是相连，相连。所以讲，你若是讲这个牌啊，拢生做同款的时阵，你嘛会捂唔着去。所以伊就发明讲，爱有无共的这个去。所以讲这个是三角形的，啊，你迄是圆箍的，都是有四行，还有四角的，佮有鸭两形的，所以讲都是为了讲要做侪线会使用，所以爱有四行安尼。是，大部分拢是圆的，
啊，加这个四角形的。伊这可比讲我对台北去到上山啊，嘿，上都要该换一张牌。对，你伫台北要出发的时阵，爱摕着一张。到上山的时阵，家己行过，行去上山车站，搁换一个到南港的。一直换一直换。爱一直换一直换。所以，但是这足重的嘛，足重的无好摕。所以就用这个卡巴装起来安尼。是安那爱用安尼遮大的这个款的。就是你到车站的时阵，就看到这无要通过的火车，伊无要停，所以伊用等的。伊无要停嘛，所以伊爱接一个新的，所以有一个固定的，甲有一支叉固定安尼，火车经过的时阵，迄车长就甲伊提起来，迄速度足紧的7-8公里的速度，安尼提起来，真趣味。但是即马拢无啊，即马无咧用啊。即马无通过啊。但是你若是对这有兴趣，你到这个滨溪线、台北这个滨溪线，也是这个南投的这个直接线，因也有伫用。人算讲是车的车票，我安尼甲比一下，你敢会当？嘛是会使。我对这站到迄站，我摕一个，我这站到迄站，我车就爱有这个车票安尼，车有车票，人嘛有票对吧？我自细汉就是对这个较好奇。我的年代我都是用这个票，咱讲跳票就是这个车票吼，拢是这款的、这型的。我看到你遮有一张这个换的。自开始，台湾伫用这个车票的时阵，都是用换的。日本时代，上早是这款。日本时代是用换的。但是这款的车票足趣味，伊是英国人发明的。英国人发明的。这个车票有足侪秘密。相当讲，来解释一下。就讲这个背面吼，这个，你这个号码吼，这是因伫做小弟用的。所以。伊伫卖这个票的时阵，是安尼卖，就是伊伫放一个票柜，一个桶匙，放这个票的，拢是号码，互你这个向内底。所以讲你逐工你做小的时阵，你就看这个到几号，伊就会使记晓。其实吼，伊拢是即马讲的这外邦的印刷，所以。会使大量来印，这个发明的过程就是讲，以早无这款的车票，所以咧足麻烦咧，你都来用写的，写久你嘛足烦啦，所以都有人发明讲用这个外邦的印刷，而且佫有这个号码，方便你来记晓。尽管过断音啊，过拍空啊，对无？吼，你原本一张票是完整的，但是你坐车的时候，伊会甲你验票啦，或者讲你入去的时候，都爱甲你拍票，所以讲咱讲跳票、拍票就是安尼。来，你甲我买，这是你头壳野迄个票。对，阮国史馆的纪念品。有影吼，有影咧，你佫特别佫做佫是即个换的迄。是，因为这是伊这个绑的型是日本时代入场券，就是这个月台票。有用过无用过，差别是就伫咧有拍空无较拍空。对。拍空的就是用过。佫有一个上重要，就是你这票要开始用的时阵，爱有日期。对，爱断音啊。对，爱断音啊，爱有日期，所以。这台机械就是讲，这是咧拍日记的，安尼。有2021年，即马摕这张票，来去坐车，人就用迄个针啊，甲咱去是，但是咱国史馆即马无车通坐，有迄个高雄的轻轨会使坐。有呀，你国史馆到底是倒啦？伊是伫这个高雄的蛤蟆星。蛤蟆星。蛤蟆星这个名嘛足趣味的。啥怎讲？伊是吼，拄则有讲到这个轻便车啊。轻便车线开始的时阵呢，都是为这个打狗出发。但是讲，咱拢知影讲打狗是高雄的古名嘛。但是真正的打狗是倒位？就是伫蛤蟆星边啊，这个孝船头这个所在。迄阵遐拢是海岸、海边。1900年的时阵，为打狗到台南部线通车，佫开始屯海。1908年纵贯线通车的时阵，车站刷到屯海的所在，就是即马国史馆打狗垭的所在。伊是高雄上早的一个火车站。1900年的时阵，高雄也无一个现代化的港口，所以屯海的同时都开始起这个海港。伊屯海屯到一半的时阵，就开始讲有一条这个支线，佮游到海岸，新的海岸。这条支线的名叫做滨线，海滨的路线。
冰线日本话读做蛤蟆线。蛤蟆线啊，所以蛤蟆线你讲久啊，就变做蛤蟆星。所以蛤蟆星的这个地名由来，其实是因为竹港甲这个铁路来的。顶悬这张就是蛤蟆星。哦。你无法度想到这过去伫这个1900年代的时阵，伊原底拢是海岸，伊是吞海吞出来的。是。搁起厝起到即摆安尼款安尼。下骹这张咧，这都是1908年的时阵的打狗夜，就是后来叫做高雄车站。你啥哪会对铁基路的这个物件这么有兴趣？阮爸爸是南投人，所以常常台北到南投坐火车。但南投事实上火车较无方便，所以拢坐到台中还是到南。但是这经验是足济，我都感觉讲铁基仔路甲火车是真趣味的代志。大家细汉的时阵拢对这个火车甲铁基仔路真有兴趣，但是我是讲大汉了也继续有兴趣安尼。其实是相共的啦，就是讲一直拢做爱火车，爱火车了，你就会开始去了解伊的历史，知影讲台湾的发展甲这个是真有关系。所以拄则讲打狗的发展，其实就是南台湾发展，就是为打狗开始，因为有这个铁路的连起来，才有这一趟火车出现，所以拢有关系。这个关系到做伙，你感觉讲愈来愈趣味啊。铁基路呢，带动咱交通，那是一个交通工具，伊个带动咱的生活的一个改变。人甲人之间嘛，因为这个铁基路甲接下来，嘛真感恩今仔日馆长来到咱的现场，甲咱分享真是多。